乾脆成個山劃咗佢，道光年間建嘅火山形成嘅一個山崗。給你講個小故事。純陽觀的故事。純陽觀呢係清代兩廣總督阮元建嘅，佢而家位於咧就中山大學對住嗰個布匹市場裏邊嘅，一個鬧市裏邊有一塊淨土。呢笪地方咧有個小山崗叫做秀珠崗。喺清代嘅時候，阮元呢就喺度起咗一間道觀，叫做純陽觀。上邊咧係一座好似炮樓咁嘅朝斗台。佢啲道士觀天啊天象咁嘛，朝斗台咧就專門係睇星嘅。呢度咧就特別咧就係火山形成嘅一個山崗，即係覺得喺平原裏面突然間有一座山出嚟，基本上冇咩阻擋佢嘅，所以喺呢度起咗一間純陽觀。到文革嘅時候咧，純陽觀就俾人破壞咗啦，咁嗰度咧就起咗一個學校。就民政學校，咁後來民政學校又撤銷咗，咁嗰度咧就基本上冇人。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咧，都曾經去嗰度野餐過嘅。之後咁我哋就想恢復翻嗰度啊嚇，當時搞文物四有啊嚇，四有咧要劃一個文物嘅保護範圍，有啲人認為咧佢純陽觀好細嘅啫噃，乾脆成個山劃咗佢作為保護範圍啦咁。真係到咗後來咧，成個山咧歸還翻俾道教嘅時候咧，起咗圍牆圍咗佢，所以而家佢嘅範圍都係喺廣州嚟講咧，算係好大嘅做嘅場所嚟嘅，而且係比較古老啦。廣州咧，除咗三元宮就到佢，因為佢係道光年間建嘅，當時建咗一個朝斗台同埋一個純陽殿。幾間一啲輔助嘅建築，基本上留落嘅嘢唔係好多啊。前面有一嚿石，就刻住咧梅社啊之類嗰啲嚇。當時修復純陽觀嘅時候，潘道長咧佢都係徵求過我意見，佢話嗱，而家呢個大殿咧唔夠用，但係咧修復嘅過程咧我就講啦，因為你呢個大殿唔係文物啊，朝斗台係文物。所以你修復嘅時候唔能夠超過朝斗台，因為文物嘅重要性比你呢個要大。佢又想擴大個大殿，所以我話咧就喺前邊你加一個前廊，但係咧佢個高度係唔變啊嘛，所以佢就接受咗我呢個意見。後來咧就前面加咗一個前廊，所以成個建築咧就變成好大啦。一段小故事，一個大時代。